哦，7点就过嘛，7点过来，变成那个7点。金航公园东进宫刘建华当北进，前导车这边的，先弄关了，太子爷宫这边，有人在前面连水湖壁宫，南极宫，岛上北上，现在要南下了，你看，要往东面红地宫的路线，前方就是金陵高宫。要宋江镇，你看。太子爷宫的神教，好爷宫啊，有嘞。好爷。要管制啊，要管制啊！金陵王公庙南帝宫。因為我睇見你，我真係我比較冧頭棒啊！7點出發到現在已經7點多了。
哦，连水护工，连水护工啊，连水护工啊，连水护工啊，参加新年皇宫庙皇帝公绕境活动。马上由连直路北上，现在南线。连水为了本身路程。他们俩聊天说他有空出来跑给他，出来跑给他们，增加阳气，晒太阳增加阳气，增强免疫力。新宁皇宫庙红旗公绕境活动。哦，第二天呢，早上7点就往北上，然后都是民族的，然后现在是南下。你看。刚刚的左右呢，前后左右，道路街道呢都有神教阵团。这里是北洋将军的附近，大树宫的附近。新宁皇宫庙红旗公绕境活动，啊，你拍日头，出来拍日头，拍到，出来拍日头啊，会得到健康，增强免疫力。网络搜寻新宁皇宫庙红旗公绕境活动。连直路呢？一早7点出发往北，然后经过大树宫深面线道，深面线斜尾，然后北边大致的大连大永街、大河街、大东街，然后有那个乐园街、乐利街后，在新宁高工北边，东边到新国高中附近，然后西边到那个